要好好介绍，因为他刚跟我讲的是，俺不会紧张哦，俺练习该好吹天，练习了一整晚，整晚都练习。他有提点你一下哈，一流他们都吃重口味，真的。加也没有那么重，也没有那么重，他使命加。算什么？其實咯，我咪當蝦冇嘅，豬肉蝦味。哦，對哈，豬肉哎，我去不见他们哦。叫菜花要米漢堡。哎呦，我又不瞒大家说，我又饿了。我看你的眼神余光一直在看那个李师傅。好，那而家都係開機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莊白橋。今日當歡喜呢來到呢個島邊嘅係哦，呢後輩嘅強風嘅就係啊嘅三觀太鐵，有搶到呢嘅劉祖偉來為大家來紹介一下呀嘅補貼。我聽人講啊，輻射祖先係三觀太鐵，其他輻射上面含有新農事、關心體健、肝炎洋洋、媽祖洋洋、祖上洋洋、福德精神等等。我聽人講嘅建築外形啊，是從大概乾木讓你太門啊，開有松亮嘅色彩，然後白線嘅雕像，其他旁邊還有吉祥嘅動物。也有草嘅，也有樹嘅，非常生動啊！我見佢建築可以說妙字堂堂啊！嚇，每輪每番係我地方嘅信仰中心。哇！劉祖偉呢？嗬，你懂唔會紹介？嗬，講到非常嘅完整。多指教。好，神夢劉祖偉，安子生，謝謝。哎呦，你看大半你來留洋嘅時間就有神明啦，你咪保庇。還有今日嘅生命動作哦，就是我錄影錄得很順利。真勁黑暗呢！好了，三下來呢，就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我要片的係李子龍李師傅。民族啊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李師傅你好。還有陸準斌陸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陸順便陸師傅。陸師傅你好。好，今日我哋主天嘅食材係乜嘅東西咧？打開嚟，讓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哇，係用啊，韭菜，快木米木米，好，哎哎呦，那個用炒嘅嘛。不過客家料理當中嘅用咩炒嘅客家炒肉、客家小炒和豆，而且也係實嘅，還有更加 Q 一些啦，嗬。太凶厲害，我做乜計？跟住叫菜花炒腰。哎呦，完全不已經看到了。可是你沒有講到木米，哎呀，冇講到啊。呢啲其實係配色嚟啊。皮色啊，主角係有涼晒，嗰種涼嘅係主角啊，涼嘅係嘢。沒有，冇，只有我而已。哎呦，我好啦，今日我哋主題嘅料理係叫菜花炒腰。好哦，兩出料理啊，相信客家人聽會做，因為可能用嘅大家咁熟悉嘅食材啊呢。好，來分享到我哋下水嘅鹹水炸，兩表姊妹好係金銀子，客家貴秋子分享。分享。哎呦，安靜哦，看幸福哦，哎，真勁呢。還有咱隨今日我哋分享到係早禮檔哦，入手之後5粒子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你看一定會幸福。哎，大家都懂用心呢吼，來參加比賽，全部連3步都準備好些。故說今日呢發主要係馬莎爾夫妻的當主要料理的人。南京嘅煮，哈，用啥？用啥 Q 下來夫妻，嘿，用下來分工啊呢。嘿好，今日比賽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我老咁講哦，就可以是個師姐，還蠻有人嘅師姐哦。有一位哈，我們的麗英姐，她就跟我講說：“哎呦，我動緊重哎，我昨天晚上睡不着哈。那待會我們來補眠。好了，今日做乜計會緊重啊？你講頭啦，真的啦，因為沒有出過這麼場面，會怕啦，冇懂亮音。唔怕，等一下是讓你活下強龍。
我哈猪马该等一下不过我是猪马该。觉得他害怕是正常的，真的，因为他跟你同一队，对，我懂他的等一担心。下我完全让你挺熟。完全不会看书好了哈。但是秀珍一定要好好介绍，因为他刚跟我讲的是，俺不会紧张哦，俺练习该好才看，练习了一整晚。一整晚都会练习。摸水摸。刚就按钮，等一下水就会金行必胜。那我们今天玩乌龟翘哎。没有啦。好了，马上我哋看一下，等一下我表演喺健康體育講嘅比賽咯。木下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算來係亞木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哦，啊！邵俊傑吼為大顯身手嘅世界為多咧，看見他摩拳擦掌。有些有點，我們也有練有啦哈。哎，等一下，馬上先來搞，先讓那個精英姐，因為她嘴唇好像有點發抖，先繞啲先好咧。對啊，其實他現在比較好了啦，冇乜緊張，跟他較緊張。哦，因為好，我馬上你想喺搞。留修正指教，也喺留博前教。點啊？好，那邵俊傑的哈，冇問題哈，冇問題那你們兩個要不要先？好你們兩個先告要不要？好用，啥先開始？好因為你剛好有暖身過了對，嘛，你整晚都在練習嘛。來，在這裡好了，來，謝謝。好，準備好了哈。好，剪刀石頭不限哦哈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你先開始哈。家一家之主愛水橋。你講嘛剛才嘅？是突然變海帶啊，海帶嗎？我講 Q 咯，好用哦，你慢慢。再次，剪刀石頭布。你不要說跟他一樣，是不要一樣，不是跟他一樣哦，是不能一樣哦。一家之主愛水橋。 Q 到冇 Q 到？哎，你搞200安住，款起做嘛，給你是他就照着做了，沒關係啊。嘿李明靜，唔怕，你等下就後後主吹就好了。這部分還是交給我就好，好不好？等下故事讓我跟我們講哈，這個是練習整晚是有幫助的。對，有幫助，勤能補拙，多多練習。對，還有我們兩個。精英嘞，關注精英嘞哈。等一下明珠姐姐會讓你讓轉來哦哈。好，你在旁邊等一下。好。哎呀，你不要站太遠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。好，一家之主愛水橋。Q 咯冇 Q 咯 Q 猛 Q。你也嘛改啦，你不安然。啊，有嗎？好了，學姐說的算。對好了啊。，真的，我覺得算是你讓了哈。對我等下還可以比一對。讓哎，讓哎。哈哈，蠻想跟秀珍玩你的。貴安不全都聯繫了哦。對，志坤啊。哦好，來站這邊好了。哦，好來，咱們禮拜 give me five。來靠近一點。加油！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呢。你可以一家之主愛水橋。Q 到冇 Q 到 Q 猛 Q。 ？Q 到冇 Q 到？玩一，金魔術，玩一嘞 Q，猛 Q 哦。玩一， Q 猛 Q。我來比看誰先笑好了。哎呦，俺家的哦。對，我們贏哎呦了。，俺講你先笑，你是輸嘞。不過幾點說懂腔哎。好啦，好了，那那他就輸嘞。隨了金行比賽就顯得亞片開始做咯。好，俺開始切咯。好，我等，厲害。你還冇嘛個難度啦，唔是講厲害啦哈。對啊，我侄子都會切半家家酒。是會拿豆的時候嘞。納水豆是哦。哎，好，你攀到那都好排泄哈。哎呦，自己拿吧。師傅對俺安好哦。你誤會了，你誤會了。誤會了，老唔俾清牛逼清管咧。好，等一下切翻個韭菜花，還會切乜嘅？切蒜頭米啦。哦，蒜頭。好，等下繼續落去切了哈。我切片了哈，切差不多2-3片之後，好變，9、時間不多了。 8、7、做對啦， 6、時間很辣啦。 7、3、2、1，時間時到。完美而落幕。我可以1分鐘哈，嘿嘿，排泄到。阿姨排泄到。嘿，做對你要做對。先休息一下，這樣挺好哦。好，壓中我們的挺通哦。好，等下再來。哎，做乜嘅？你一套菜準備火兩個。該擺盤
的漂亮。哦，没摆盘的切哦。对半黑嘛。哦，要切细条啦。哦，切细条。这可以是马上讲系家庭主妇，马上系家庭主妇。还凉沙用沙子的家庭主妇。哎，你凉沙豆腐花是安用哦，摆盘摆安好哦。哎，这个种诶，这个种哦，所以其实就有的。哎呦，加分了。好。安永还要再对半吗？不用了，这样子切下去，是切下去了啦。太粗9太粗了。 8哎7 6 5 4 3 2 1，时间到。好，没关系，谢谢我们有赢到1分钟的时间，你们2个一起切好不好？因为我从头到尾不知道你们要切什么形状。你这个2分钟左右先讨论一下。好，干下哈雷六场，你这 Q 哈了周哎，好不好？1分钟的时间，好，但你不用急，因为呢，吉亚1分钟主要那本牙的 Q 特嘞。好，等下开始走了，来开始做喽。来做一下。哦，两个就切条嘛，哈，哎，两个全部切条，该冲突绕该风吹跳差不多哈。对，长度都一样，嗯，比较好看。哦，咱随做的差不多的开始。够一只盘。 6 5 4来，这种捏切。 2 1，好，咱随做的开始了哦。做哈，开始。我切来了哦。随便哈。哦，来咯。哎呀，对，卡豆安尼。哦，唔会切到水底啦。哦，哎，该算是细发的哦，哎，它是比较小的。切越油，其他建议了越食。做唔得用车的嘞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溜溜恰恰的，其他加个油的纤维有嘛，一遇热它都会卷起来，就会像一个花。那切车的建议了那种的弧度抹用左切得拍开啊，左然后要切油呢，一定要切内侧。哦，内侧，哎，走在切内绕台上侧才会建议。内侧用半会粉啊，就是里面呢，底部比较嫩的，它好像没有磨的。哎，没有磨的给扯。我们还有加发机。好，来这个先讲一看一下。来这个就是切发吗？哇哦，它很一起个本身是切发。哦，那很走的呢。把自己切掉嘛。两码的东西摸到台个讲。一样哦。那个是烘大师啊，烘大师。嘿。哦，啊这边就有2位大师啦。这个会烹啦，我们2个不会烹啦。我们会烹你了，哎呀，只有国千章会烹。我觉得烹，大白就会烹到地来的手菜嘞。你这个就是切发吗？哇哦，它很一起个本身是切发。哦，那很走的呢。把自己切掉嘛。啊，你凉沙马沙系阿嫂啊？来。哎呦！立俊杰，我今日全部談到已經講過呢。看到嚴重啊，看到嚴重。喺聽話要講啊。哦，唔怕，立俊杰，我問一下吼，今日做乜計會來參加？我係講你當金獎，做乜計會來參加？哦，我想講去按努力來參加比賽。哎，冇啦，差不多18歲了。嘿，他都說他都看我的節目哎。真的，看你節目長大的嘛？沒有，是你家的。對。啊，係馬莎上到內容很爆久來強下來做嘅。培訓有講下添，嘿，培訓下添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哎，總不是來問一下，因為我看到個油哦炒嘅時只有加時會調爐吼，有沒有什麼辦法做啲撇面呢？那湯嘅時間有嘛？湯一下就好。啲嘢水冇滾，好，係你知咩？哦，所以佢就看唔硬。湯嘅油嘅時只水冇滾哦。本身佢當家都熟嘅，嗰個一本身發過佢就會熟嘅。好，係，那你就可以學佢咯。台上共炒嘅，他又冇。太大聲了。這個殺的時間可能是殺到差不多7分熟左右，炒下也是熟嘅。殺到差不多7分熟哦。會 Q 粉像生牛排用嘅啦。這個裝不起來。誒，要計嘅。你敷膜，你慢慢的。尤其係人嘅中間，佢要當注意。那就80度安樣差唔多啦。水溫冇調，差唔多過嚟嗰邊看了。好。好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啊！
哦呦，那糖都炒给上劲好嘞，香哦，豆香放诶。生下一边哦。那就现炒嘛该。誒，從緊要病嘛嘅，調油係嘛？嘿，哦，要病調嘿，油，好香的，好香。哦，他就送 C 啦。嘿，他就送生菜，哦，六个发。很漂亮。哦，哎呦，真紧诶，切咧切到切咧切挑伊就要较食，你在那个要切了就有食。哇，好香哦！米酒哦，你那个辣椒很辣呢，很辣，很辣。真的。该嘛米酒不要哦。摆盘。好，好，你讲你看你呢？看了，你得起啊，昨天我动他们你昨天去看，没俺没。哇哎，你这切个发没动好看呢。哇，而且我们有2样哦，真的法基老鸭嘅用嘅香哈。誒，哎，两码的东西摸到台个讲一。样哦。那个是烘大师啊，洪大师。嘿，哦，啊，这边就有2位大师啦，哎呀，这个提味啦。哎提味的比较鲜这个会烹啦，我们2个不会烹啦。我会烹你了，哎呀，只有博千章会烹我觉得会烹。大白就会碰到地来的手菜嘞。啊，可以咯。嗯，可以了，好，可以可以了，就擺盤好了，好好，该发没差不多摆盘了哈，好香，擺醬醬了呀好哈，擺醬醬了呀。去看那边。好味哦。好，一道嚟擺再，好實實嚟擺哇啊，擺你睇醬醬啊。你就喊麼？嗯，你自家就試看嗎？還看還只是啦，我動喊。冇動下你自家人嗎？你連都見過呢？哎，自家人他每次上咁你冇講咧，糖機啦，你冇糖機嘅。俺妹總不是，俺是走主氣聽聽因為哦。俺不怕是好燙的，是好哦看的。俺不怕那種凍燙，就是跳跳提點你一下哈，基隆他沙們都吃重口真味的，加很哎也沒有那麼重，也沒有那麼重。他使命家。誒，從已經做得蹦酒了，哎其實他下酒菜下酒了。菜，還有乜㗎？有梅的嗎？還少一點點，還少什麼？還少一點少一點點洪鹽，大師，一點點。洪大師的話我去偷，不行。你這樣有火嗎？冇火，沒有完全是屌飯有難應付冇錯咧。好而且睇，好睇我較。懂哦，好，意思好挑咧，戰掉，係好睇啲咁吧？不過景怎麼架？怎麼架？我露一下，這個真的顏色很漂花亮，很漂亮。真的。花真的很漂亮。你叫佢講好，解。準備有多少位？ 6、 5、 7、 4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隨出來試試看啊，你鐵管地度，乃部卡米西較好食咧。好，第一次料理呢，2部卡都呈現出七家部卡好米西，而你呢就先對牙齒嘅開始來好品嘗起咯。嗯，誒，民主節應該含係醬扒嘅水味調到，係唔會哦？我感覺係政府該水哦，長本該嘅韭菜哈，有它那個煨出它的甜度出來，嗯，對，不會太鹹。唔會嗆嗆哎喲。好，然後來分是南區來看下咯，看下米頭用白咯。那就好喊。嗯，呢份嗌到就加個副椒粉吼，所以梅頭嘅層次度很好鬥一鬥。可能都有一些正常，不過都當好食。嗯，好，我們結天健行還有搞本評審欣賞。好，那時間呢，先向歷史部搶本分數。哦，哦，等下還有盧師傅搶本分數。哎，好來，歷史部來了，睇下公平嗨。也兩盤攏炒了一樣哈，但是主要呢，我要先要做出啥因為呢，油不用挑油去炒，哦，哦，我的油用米酒去提味，因較簡單煮出來哈，最主要的就是色香味，底杯香，當蔥油，哎呦，炒慢慢炒出來，阿婆炒出來，一定要有挑油的香味，佮要有米酒去刺個鍋邊香，所以我要先鴉片，安尼。難怪。啊，不過盧師傅感覺咧，也你唔講好重要是咧個藥香味，但係主要係叫是個用那個清甜的海產那個鮮味，所以用個有可能群眾的個梅頭好放出好，冇強龍啊，這種兩片春炒到當好食啦。估算用睇下嘞，南區到鳳區都有七家不開特色。好。第一次料理體育館的比賽呢，請champion一下，上好了，大家就不用輕鬆一下，你可以嘴巴不用再發抖了。你邊啲你唔是緊張咧？我馬上來緊張嘅。好，我馬上咧50
来金钟，今日就睇下卢师傅帶嚟馬四個料理，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，好，今日卢師傅帶嚟馬嘅四個料理教今日大家。教大家做咧韭菜花用米漢堡。米漢堡，哎，等下先哇來看一下米好漢堡，今日米嘅部分係用咧糯米盤，哦咁要先做好咧糯米盤，所以要其他係咧韭菜花啊，吼，咁要用咧重要嘅東西，但是咧配色嘅東西有一隻黃色嘅黃梨，好，有紫色的，有咧蔥頭，好，紅色的甜椒咁樣，哎呦炒炒的咧餡料來面到咧爆到地位。你買個醬啊？現在是甜辣醬，你看，甜辣醬這個糯米盤一定配啊甜辣醬，真嘅哇哎絕配絕配。好棒哦！好，哇，連米漢堡的這個米的部分，呀，糯米也都卡州哎。哎呀，你聽到我們的聲音了，我們一直很缺飯。對好，你先啦，講一下咧，你用辦做，你是用了一隻貝兒嘛，吼，你用了用一啲啲保鮮膜，然後你係糯米盤，先放下去。嗯去輕輕呢，誒，試了，嗰盤係長嘅肉盤差唔多。嘿，先來輕輕半輕摘來，嗯，哼，哦，個來都鉗下來，係嘛？嘿，等下保鮮膜，因為保鮮膜唔會硬就拉起來，哦但是一隻小技巧，愛嘟嘟貝日，好咧，一隻是做1分，所以嗯哼等下咧，保鮮膜就要弄下來，哦，所以啊，變到好兩聰明哦！哎所以要用太細，像強壯要用，阿娘睇下要點哦？哟哈，你怎麼知道我們在搶時間？嘿，所以要用拿起來，哇！所以變要用去地地要用。米餅，嘿，定型的，要用嘟嘟一扎是對一扎要用，哇！哦，那個顯跟糯米啦，因為糯米本身有嘿，它有粘性啊。粘性，嘿，嗯要用是一分一分要用，好，嘟嘟一扎杯是1分，好，等下是喂一沙又一扎哈，哦，你講嘅哦，哎怪啊，摸你樹當哦，嘿，哦，你講嘅好，哈，好大家都聽到了。還有工作人員要吃。好，一片嗰啲先都用咧，要韭菜花用米漢堡，哎呦，我又不瞞大家說，我又餓了。嘿，我看你的眼神餘光一直在看那個李師傅。好，把而家嚟開機。要煮到咧糯米盤，混了的甜辣醬是絕配啦，絕配。就像你跟李師傅一樣絕配。你是用笑容代替什麼？沒錯。好，一片嗰啲先都用咧，要然後現場嘛改。一片我來煎嘅米漢堡，哦，還會煎哦一。片我會來擦擦啊炒，呢？哈哈哈。全國咁樣香啊！嗯，平平一地放下去，睇下要孖滿題都最滿哦。先放蒜頭，哎呦，我又不瞞大家說，我又餓了。哎，好，也很容易餓。葱，葱條。我看你的眼神餘光一直在看那個李師傅。好，把而家嚟開機。好咧，黃色，黃色。還有黃色，誒，肉已經上到吼，該黃色，然後黃色和做的肉嘛個東西都會變化嗎？肉已經上到嗎？黃色蒜都未做得啦，嘛個蒜啊，蒜呢？係啊，哦，蒜啊，係啊，還有嘛個tomato 啊，토마토未做的。 tomato 啊，誒，tomato做的嘛會沖水嗎？誒，春做得應該應該吹了先啊。哦。哎呦，凍厲害哦。好香哦。誒，香味又出來，好，你梅頭，好，放一啲啲咧嘅調味料，調椒粉椒粉， Tell you，調魚味哦。調要放冇放春做得，哦係，啱咪嘛，染愛嗎？就直接染，誒，你阿姐為地圖肉鳳梨的時候，唔是不用湯吼。誒，冇唔是用湯，嗯。哦，這個鳳梨哦，炒鳳梨哦的那個時間，它會有點焦的那個焦糖味。好咧，很多時間，即係因為講嘅用嚟注意嘅時間嘛，還有嘅甜味嘅部分，所以應該後水味就變，好，本佢後清甜，你嚟變一下米酒，還有梅哈，米酒，
哦，哇，而且给它披上面有骨豆哎哈。嗯，全肉的。哦，让因蚕豆又熟着到的嘞。哦，哦，灌佛。我觉得你不用包在米汉堡里了。去加大的血。加放宽着。哎，香油啊。偏香一还还有让它亮亮的。油亮让因。哇。哎呦，其实假是做的哦，也可以包2层、3层、4层呢。拿米了，但是好浓呐，好浓呐。哇，没想到米汉堡没做的爱油哈嘎米耶。嗯，嘿。哇。哦，好棒哦。哎，摆盘美真运动绕筋哦。嗯。来夹起来哈，等下再放点上下去。来，韭菜花用米汉堡。好，按用就好势喽。哇，两个米汉堡呢，可以了就懂想隐身。好。但是他会先出题目。还有问题考题这个，好，让会按做得是啦。哦，超用啊，係表示講分了係解固咧，係用半音哈。A 係用嘅加出帶啊 ，B 係超用會建起來。哦，這麼簡單。係 A 又係 B。超用哦。好。好，等一下先不講，先不講。好，先來猜拳，還不要講答案。猜拳啦，瑪莎係拳王。來，站過來一個。天風可以瑪莎。跪求姐，跪求姐。來這邊猜拳哈，猜拳。好，來咯。劍走茶面相哎，劍走沙的不好。你聽我讓哦。好來。來，總不得小出來喲哈。等一下，都預備好了哈。好來，劍走沙跳步。Yes。你要選哪一個？我們先估一下。 A 呢？你也先嘛，該。 选 A， 是吗？是 B 吧？好，，B 会解是 B， 对对 ，我现在下面第二个了 ，B 吧，第二个了。你看下哦 ，A 係用嘅加出帶啊 ，B 係超用會建起來。好了，那就是做的先，B 就先嘛個 B， 那就是做的先 A 的啊。好，所以答案係答案係 B。Yes。誒，佢哋用啊，抄起來其實會建嘛。 自從講嗰啲出去撩些出遠門啊，好報復讓人準備娜而讓人出門啊，還有這個意象，好猶豫啊！但是我知道是秀珍姐已經開始慵慫了。但是那些都沒關係，那些都不是重點，重點只要猜拳猜贏就好了。好，來看看來，那排這個本啊，我要加醬。米漢堡。對啦，米漢堡。你自己看猜拳2個人都在顯現。 好，來試試一下。哦，那個米漢堡的漢堡皮真的太差了吧？差了哦。好好吃哦，又個 Q 哎。要謝謝李師傅了喲哈。謝謝盧師傅。哦。要煮到了糯米粉，混了的甜辣醬是絕配啦，絕配。就像你跟李師傅一樣絕配。你是用笑容代替什麼？沒錯。我們聽聽看。 桂秋姐吃的我们通用板岛太加形容一下好吗？那个糯米很 Q 啊，对呀，煮了冻煮活很好吃。专西州的吃粥宽啊，喂，非常好吃，非常的对米，太假豆腐卡这了吃粥宽啊。那这剩一个你不用担心。 笨鸡龙沙了，凤雄啦，哎，不然你看他的口水已经流到那个围巾上了。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可以处理，这你不用担心。哦，没问题。因为接下来大家要担心的是，刚哈能一毕业，3號嚟追杯米一關咯，摩拳擦掌咯。除了幾行水妹就看看滴水咯。愛喜太族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 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你下係接下就講個摩拳擦掌嘅細節，馬上嚟打開嚟看一下。好。你下講最經嘅食材係乜嘅都是咧。哇！
顾绕菜，芥菜，嗯，西也很多芥菜。其实呢，大家知道好多关系啊，特别还有一个别名就是有很多松树子香。因为特别的人呢，因为好山好水，古时候呢都崇洋百色。大家特别种出来呀，嘅人呢很多芥菜啊，像比种法国，你會拿來滷做泡菜、鹹菜啊，呢啲吼。種出來嘅呢，因為佢本身就係非常好嘅，又加又盤，佢又特別又盤，水分又多啊呢。故時呢，做出來嘅嘅芥菜相關嘅也就滷出來嘅菜，全部都非常嘅好食。哎呦，今年哦，那個該好就個芥菜顧繞菜，哦，那你做乜計啊？因為要做嘛好。應該唔係做鹹菜，我們要重新的製作，花3個月的時間。對，還要請咖啡師啊。係啊，感覺係那裡炒。嗯，今日就用清簡單的方式去炒個，因為客家人較特殊的東西呢，去到嗰個香味來鉗出來。所以，今日我煮嘅就係嘢鹹豬肉炒芥菜。哇，最好食搞鹹豬肉誒！哇，哎，用乜嚟炒咧？用素炒，啊冇啦。捱啲。主要呢，芥菜要湯別調來，因為芥菜佢本身會腐到，所以都水底擺可以加一些東西，本佢冇啱。加乜嘅東西？加乜東西講唔得啦，可以用廚師幫忙啊。哦。啊，再來呢就用鹹豬肉去煸香來。嗯。一定要煸又香，嗰米酒水落去，我了留嘅鹹豬肉嘅香味留鹹味煮出來，嘅芥菜才會來著嘅米絲，整個才會融合。好，你還冇問題了。大家有問題嗎？唐吉咯吼，這個去土味的廚師幫我動腦筋咧。對。我就看一下，今年馬莎做得用30秒，馬莎用90秒。甜好食咯，甜好食咯。哎呀，出題目了。好。芥末醬係用芥菜那隻部分作為 A 種子 ，B 菜心。B。誒，哦，我選羊腱哦，我選羊腱。哦，你睇下馬莎，好，先來猜拳。小俊接的哈。好，你看小俊接又在摩拳擦掌，你看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你看。好。馬莎 A 也係 B。來下。我也給你選一下。這個感覺係菜心。好吧，剛才你是做的選 A 咯。都帶 double 係乜嘅？對你。你用乜嘅去土誒？染老油。確定？確定。你咪記兩沙講嘅。冇講邊係哦？算是我嗎？其實咯，我調蝦冇嘅，豬肉蝦味。哦，對哈，豬肉蝦味。哎，我豬肉也是蝦味哦。A 也係 B，呢個感覺係菜心。好吧，剛才你是做的選 A 咯，都帶 double 係乜嘅？對你。答案係 A。啊？耶！你咩做效果？真嘅係 A 哦。誒，真嘅。恭喜下，做乜計咧？一節目呢係用芥菜嘅個籽啊去磨成粉，再加蒜絲、水、酒一調，所以呢。然後色末會有些黃色，所以又稱黃芥末醬。我們一般講的綠色的那個芥末醬，其實係很多山葵醬。要不然講嘅真色的芥末醬，就會真是用芥菜加個籽去磨出來，磨出來嘅，所以也稱黃芥末醬。黃芥末醬。嗰種係通常嗰啲可能就美式的包漢堡啊，咧都有嗰種嘅呢一種黃芥末醬。有好多啦。嘛，嚟到更厲害啦！冇正差嘅熱分眾啦。好啦，唔怕啦。等下你有經考比賽後，你逢出要90秒嘅廚師天數年，男水要30秒，誰來經行最杯米一館比賽咯？那我把這邊都先立掉嗎？對。好了，雜誌妹咧啊。可以嗎？哎。各位安呢？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吧。做得，做得。可以吧？可以好強勢，長一點，再長一點點。快亮啲，快亮啲就做得。對半。按鈕之後好，那這個不要，這個不要，這個不要，我會緊張。那我知道了，二老弟，他都帶黑標嘛，該這樣我們會付啊。也要用廚師幫忙，我覺得是牛奶哎。不是啊，辣椒放進去燙一起燙啊。
辣椒啊，嘿，辣椒，辣椒，嘿，是吗放进去一起烫，然后木辣椒啊，出木辣椒，木辣椒啊用到染落去，用到染啊，染喺那邊嘛嘅。用水染落去。酒味哦，好，你而家就去討論一下，哈，啊，我哋先嗰啲嘅開下，嘅天姜一定要的，好，好天天都做，好你哋不能跟他们讲哦。我不會，因为我先去掉苦味哦，先跟他揪即係嘿。表嘛，酒，你给我听是听哦哈，所以你表听到了表吗？要好了，揪好，它就染，染，染，还太因为染系去它的苦味，就会不给上色的流量。哦，強，它就嘛，还豆掉一吗？乾變落去半乾，莫按好嘞，好按好嘞，按好嘞，按好嘞，还有吗？好嘞，好嘞。好嘞，用乾乾到一邊鹹菜，好，等一下先 Kimi 啊，它就嘛个做得切的。蓋準備啦，天一蓋，馬上係天一蓋，第二把就準備好， 8、7、 7、6、等一下炒嘅時間幾時會散開4、咧？ 3、唔怕，你等等先發開咧。我第二把，見到啦，好，第二見啦，第二份，嗰邊沒有玩嘛？係，該古繞菜哈，我們切開油油的，因為等一下它還會縮一點點。唱，我哋先切開古繞菜，係因為要去它的苦味，幾時要時間啊？你用嘛該出去苦味？染老油，確定？確定，因為佢兩沙講嘅。我冇講我唔明係哦，喺記啊，兩曬，記兩曬講。呢啲自家嘅天咧，真係記係啊。唔怕啦，等一下最尾哦，真嘅有寫個時間咯，佢兩沙假使講會苦哈，會腐哈，我就剪掉他們舌頭。講笑話，講笑話，講笑話。啊，好啦，我哋剪我自己還好直接頒獎咧啦，直接頒獎咧啦，直接頒獎了呀對0分0分0對，分。武藝評審。所以叫分。好，我們過去我們那裡。誒，成哥你嗰邊開加油啊？加油！大家糖到時個，我老雞呢？嚇，鹽老油啊呢？按糖到啦。確定嗎？是廚師講的嗎？咩係自家表嘅啊？是我們阿叔他們講的。我覺得是不用放點鹽啊，嘛。放點油，它才會亮啊。我覺得是不用油嘛，因為在家裡炒那個的時候，是不是？用馬尾那裡別個煮含住牛嘅哦。那時候調一批了，你把對啊，一瓶啊，吃過呢。做實驗。對。然哎呦，幹嘛嘅？哦。哎，應該輸又手癢了哈。哎，這是什麼？好像是醋哎。哎，凍蟲的醋哦。遊戲規則可以稍微遵守一點。來莫講啊，來全莫講嘞。輸贏不要看那麼重，這樣子比較。可是我們剛剛我有特別訪問基調，他說基調係味道係3000 kg 我壓力很大。什麼？基調係味道3000 kg 嘅。哦，味道3000 kg，冇得講啊，我3000嘅。哎呦，cái củ rau菜啲都很好，又加埋嘅酸酸嘅東西嚟哦。哦，你唔啲係麻嘅啦，咁個好像死強。我們是有講好嗎？胡椒粉啊，胡椒粉唔係酸酸嘅。係睇咧。它這個可以切了。切。我們是緊張，我們是緊張。好，你下看一下貴州節的哈，你係切安好呢哦。而家可以開火開始慢慢煸嘅。嗯。因為韓中要煸時間。不是，你開火去煸啊。差唔多喺高麗嗰邊看了。至於3年做的但是是做的是3年做天啊，哎。差唔多喺高麗了誒。好。好，等下讓都做了。你一個人做。總得同做。等下總得做。等下有廚師聽數嘅咯，叫什麼哦？嗬，可能你叫用哦。好，你下配料差唔多全做得嚟，我問一下哈，你兩沙今年係馬沙類報名參加嘅，因為你很嗨啊，你很緊張。哦，哎，你係阿嫂還是幾阿嫂？嗌下，你問第3遍了。真的，我就覺得我有點年紀了。好啦，咁我好，呢一道係開始炒嗎？有咩炒？阿嫂你炒，阿嫂你炒。一三一天。因為我不看就嘛，特別裝盤隊我就嘛，啱啱是為好的辨識的，還是動手網絡要參加，哎呀我嗱，還是手機的，手愛手啦。咩已經切片咧？誒，跟住先切的，誒，解鎖，要長按，要長按，切得長長，誒，要長按。好嘞，該注意太火嘞。好，問題3屆咧啊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問題3屆啦，3屆。哦。哦。
我嘅記者嘅後面已經走出來，對啊，懂那時候。也是還有皮頭，懂你胸口。哦，很累尾的，他趕緊，但是用累尾。好，我們要過去嘍。好，你要不你哦。停着走啊，停着走。走出走了走了。哎，抹布。哇！啊，不用到水度張會車吧？吼。到水洗啊。哦。放下去給他。哦，不用到水底都長會扯哦。像類似冰鎮啊。哦，當場嘅冰鎮哦。你應該要直接扣分了吧？哦，我本身是台上供啊，那怪我媽媽聲這麼大聲。哎，不過總不是，假使佢該顧到出來殺凍球，真緊有變風哦。哎，不不，要比天天的殺凍球不不。有可能該係秘密武器啦，沒有可能會開刀機啊。伊個時間冇注意的時，跳下病的，該係東西會開刀機。一瞬間嘅事情。不要生，哎，啊，鬼手間因為藏在我們的後背呢。你們應該想很幾個。你昨天老給討論那個鹹魚，那個他們豬肉鹹魚在哪裡？鹹魚有變面呢。他們豬肉好變咯。昨天不用嘞，這個不用嘞。哦，該佛左邊哦，該差不多也中邪佛哦。天天的標唔怕，哎呦，給他靜置張標給出了。哎，民主先，你走在幾塊？有塊嘅。有符嗎？有符嗎？你幾塊？跟磨咪磨絲啊。對啊。唔會哦。我看佢咯，我外皮係唔係硬硬嘅？很苦。媽，我不要嘅，不要加兩下。但是芥菜就要不要加兩，不要加兩下時間。係咪該算是不用唔辣啦？唔咩？好，我們過去。這樣叫嘅。哦。佢落去一下就行咗。哦。所以唔是殺半幾熟。所以跳下人講嘅秘密武器係秘密武器，但是沒有可能會開刀機啊。哇！這樣叫都忘嘅。那我來試試看，我哋下片呢？佢應該就看唔會。這樣叫。比較熱咯，還唔會還好腐啦，咁個還係有啲腐。可是我覺得芥菜其實就要有按牛咪頭。哎，應該本來就係。因為我們都是可以吃苦的人。哎，你可以嗎？哎，這個可以。求救師傅。哦，還有還有30秒，拍個那一個，拍個那一個。觀眾朋友看，觀眾朋友看。求救師傅。給他拿去了。師傅先 key 好。同時。來，開始吧。還沒。唔等我。兩下掌快洗。好，兩下快洗啊。係，是的。幹嘛嘅？可以診斷的結果如何？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？對。不太鹹。不太什麼？不太夠鹹。哦，我唔拿下呐。我研究。哎，像是加水的話，就得加點水嗎？哦，總得。總得。9、8、7、6、哎，數條加的啦。 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起給他吃光。時間到。啊，因為該地圖就腐腐的梅頭，然後該湯啊綜合一下。好，我們過去看看吧。好，婷婷走啊。不是。會不會太多？應該係唔會，因為等一下會收汁。等下還會嗎？還會嗎？我先拿。可以放什麼？可以放什麼？都在表嘛蓋。放大絕。青菜啊。大青菜。都在表嘛蓋。這裡青菜是那裡的青菜。那邊的。那裡的。你們有分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該會做乜嘅用誒？干咩？大專業。大專業。我們有切一樣的形狀啊。有哦。整理過的。對啊。要切得較整齊。真的。我切的。哦，就8份就8份。這邊較冇按整齊。沒愛切的。要不要用廚師幫我？這樣說放醬油和醬料的。春豆的，應該會表嘛蓋。我用呀，我姐姐。我用嘛。你也表嘛蓋。唔是。哦 ，OK， 你也表嘛蓋。我表到醬油來，調油好來，還有嘛蓋？1分鐘啊，1分鐘。ram算是我嗎？其實咯，我們調蝦冇嘅，豬肉蝦味。哦，對，好，豬肉蝦味。哎呦，豬肉蝦味哦。唔怕。我才知道，OK，唔係，因為我呢啲係凍
健康的低钠盐。低钠盐嘛，要加一些糖吗？加一些糖好了。好。哎，副教粉我吗？好，掺一点也没关系。哎，你们客家人很爱吃胡椒粉呢。系啊。哎，唔过等下副教粉本身有5个副教嘅梅头咧，可能要冲。可以了啦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就來試試看那了最杯米罐，乃不卡將係你嘅太重譜咧。好，沒想到你還敢認當壽司的那個芥菜呢？要怎麼樣去苦味，確實是還蠻考倒大家的。等下就來試試看那兩風吹的米頭牛排咯。好，冇問題。哎，加醋冇人咁講吼，你都要水梅就加個頭油，要加到分數。因為唔單嘗試就該 set 哦好看，該梅頭咪當要青詞。來分析南區嘅換我們羅峰買掛住下。好，咪當好食啊。咪當好食。不過冇佢用嘅梅頭。來聽聽看，有沒有自己吃的嘞？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貴州自己吃的嘞？好吃，好吃。醋醬油都有放。我哋嘅古道菜吼，跟梅頭蝦要出來啦，因為今年吼主題係古道菜，要出來，還有乜嘅東西可以補充一下嗎？我叫媽切絲。係馬莎切啊！我唔記得咧，馬莎切咧。帥哥切的。哦，我切咧哦。剛好扣分，扣分。因為我講吼，我感覺吼，薑的味道才會比較薑會出來啦。好。緊張的時間到了，第二時間先搶歷史部搶本分數。拜託。啊！等一下，馬上我哋看盧師傅搶本分數。恭喜！哇！恭喜！來，搶公平還是歷史部？兩邊其實炒來攏以後啦。哎呀，有蔬菜那邊呢，那個芥菜油看，我要講，車油會黏味。雖然佢苦冇唔錯，但是佢車油會黏味。那邊呢？看原神，看冇按芥菜米是有出來，但是看冇按整體搭配嘅感覺看好料，看好醬誒，看好醬。我是吃到米絲啦，較注重米絲有黏米咯，冇黏米嘅感覺啊。盧師傅知道咧。其實用因咧芥菜吼，春係有咧處理過，但是佢看誒本身它係會腐啦，但係本身咧菜色嘅問題啊。但是佢偵查到了後，要用頭油，很重要是嗰個頭油嘅香味，所以撈個很重要嘅香味要引出來啊。所以醬油它也是個哦，要綜合佢嘅腐味，要顛到嗰個古老菜合唔會暗腐咁。好啦，睇起個按數四嘅食材冇想到呢，今日有一個四撇步到地度，估錯今日比賽成績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來，風吹得到3000的女兒加菜金，恭喜！恭喜！我喺度諗住講一下嗬，我哋嘅獎品很好看一下，哎呦，你係豆蔻呢哦，不鏽鋼刀組哦，11件組全副送俾你哋哦，恭喜！呢兩隻強下大啊，做啲強下容，恭喜！先來談課那一道邊嘅貴州節，你拜參加心得做老太家的分享麼？金平年老師凍飯魚啦，來到這邊哦，很難得啦。我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錄影節目啊，又提供得這麼好，教大家做了很多這好吃的東西啊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安子生，今年吼雖然啊冇人啦，唔過吼翡翠天吼有這個讓觀眾朋友留下印象啦。今年都參加係新地的馬街。凍飯魚啊，因為大家有放主分演示啦，只有講凍聖詞，你咧老師報名是參加啦，咪凍好搞啊，個老師傅煮啊，還有應該對面該吹啊，咪凍聖詞啊，他們他家強啊，
挺好搞啊，几头啊，系啊，师傅咪當好啊，做緊米漢堡，很多當中是我是冇讓啊，是唔得。嘅主流見哦。睇次個話呢，不管係得到獎金、加彩金，也係講得到一個禮品，最主要嘅呢，就係都要投幣做啲互相交換自家料理嘅經驗，也係最寶貴嘅哦。係啊，所以個假使哦，還有馬上上嘅強下嚟搞，強下嚟學習嚟煮菜哦，日日嚟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呢家自助分享而家就強下嚟報名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